聞全視眼帶你搜羅一周神秘新聞，我係節目主持人 Kyo。我哋首先嚟睇下咧，2014年6月17號英國衛報轉載法新社嘅一篇 Fukushima operator struggles to build ice wall to contain radioactive water 嘅報導。我哋將個標題咧翻譯成中文咧，就會係福島工程師正係奮力建造緊一道冰牆咧，去阻擋核子污水嘅泄漏。相信咁多位有留意開世界新聞嘅朋友都會知道，日本福島核電站高輻射含量嘅污水咧，淨係每一日都排入緊太平洋嘅。核子輻射泄漏嘅問題根本就仲未解決。早前日本當局就曾經計劃咧興建一道地底嘅冰牆咧，去包圍呢個核電廠，咁就希望可以控制到呢個泄漏嘅情況啦。咁但係工程一直跟唔上進度，因為工程師根本就冇辦法咧將溫度降低到可以持續咁令冰牆凝結。日本嘅構想咧係興建一批垂直嘅一個嘅管道啦，每一支嘅管道咧相距1米，深入地底20至40米，然後之後咧再注入一啲嘅冷凍劑入管道入邊啦，希望可以製造一個永久嘅凍土層咧，去包圍呢個核電廠，咁樣呢一個嘅廠內嘅污水啦，同埋受咗污染嘅地下水咧，就冇辦法可以流入到海洋啦。咁但係東京電力公司咧就承認咧，按照呢個方法去興建一道冰牆咧，其實係相當困難嘅。東電嘅發言人咧更加表示啊，我哋到依家根本都冇辦法去興建到呢個冰牆，因為我哋冇辦法將溫度降低同埋保持到可以將一啲嘅污水凍結。就住工程嘅延誤咧，東京電力已經採取咗一啲額外嘅措施，咁就包括增加排水管嘅數量啦，咁就希望可以短期內咧加快排出呢一個嘅廠內嘅污水嘅。咁但係今次嘅工程所使用嘅冷凍劑咧，其實係一種冷凍至零下攝氏30度嘅一種嘅氯化鈣。咁喺工程開展之前咧，其實佢哋曾經喺其他嘅地方咧，去用相同嘅方法咧，係成功製造到一個較細規模嘅冷凍牆嘅。咁但係喺呢一個核電廠周圍展開工程嘅時候咧，就做唔到預期嘅效果啦。其實好早已經有唔少對今次呢一個嘅工程抱有懷疑態度嘅工程師同埋科學家咧，認為今次計劃嘅規模同埋時間嘅規劃咧，根本係不切實際嘅。福島核電廠污水泄漏已經帶嚟咗好實質嘅破壞，而且呢啲嘅問題咧係日益嚴重嘅。希望日本當局咧可以盡快咧採取到比氯化鈣更加有效嘅解決方案。我哋下次再見啦。